我父亲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说圣灵会把我所要说的告诉你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呼喊，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他，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阿们吗？对，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在基督里有新盼望，旧事已过，不再彷徨。愿你荣光照亮过去一切，过去一切抛在脑后，因为我主已呼召我，渴望多亲近你。求主圣灵，求主圣灵降下你能力。就在基督里，一生跟随你。Destiny 永恒中坚定，万王之王，你是我所需。哈利路亚！对，让我们大声的拍手来赞美他。在基督里有新盼望，在基督里有新盼望，旧事已过，不再彷徨。愿你荣光照亮，过去一切抛在脑后，因为我主已呼召我，渴望更亲近你。圣灵降下你能力，哈利路亚！Destiny 就在基督里，一生跟随你。Destiny 永恒中坚定，万王之王，你是我所需。让我们一起来求主圣灵来降下，求主圣灵降下你，再次求主圣灵，求主圣灵降下你，还有更多来求主圣灵，求主圣灵降下你能力。Destiny 就在基督里，一生跟随你。Destiny 永恒中坚定，万王之王，你是我所需。就你是圣洁的神。圣洁，圣洁，全能真神，全地歌颂这就是你是荣耀的救主，荣耀救主，耶稣你唱。我们再次来宣告，觉得你是圣洁的主，圣洁，圣洁，全能真神，全地歌颂你。荣耀救主，耶稣你再次我们要大声的宣告圣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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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真神，全地歌颂你。荣耀救主，耶稣你掌权。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来赞美你。求主耶稣，你降下你的荣耀，降下你的恩典，让我们就像那摩西可以看见，就是你的荣耀，看你的荣耀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谢谢主，是感谢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圣名祈求，阿门。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降下你的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让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再次我们要来呼求主的名，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要宣告你的名。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求你与我们同行，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就是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但是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你塑造了我们，莫我所造我，是我的恳求。耶稣是陶匠，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求主耶稣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让我们用心灵来唱。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是的，亲爱的上帝，求主耶稣你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求主耶稣你来魔术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合你使用的器皿，让我们可以为你做见证，为你传福音，而且能够看见主耶稣你的荣耀降临在地上。求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求主耶稣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好，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呢，就是我们每个月会有一次的外景讲员的时间。那我们就如果有外景讲员的话，我们就会找一位青年，就是来做青年勉强算是青年来做见证。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家青小组的区长敏媛，大家掌声。好。大家好，我叫敏媛，然后就不用介绍我了。哎，好啦，因为有牧师，然后我是敏媛，对我姓很特别，我姓吴，武则天的吴这样。对，然后我今天要见证，那时候牧师，不是牧师，是一组长老，然后问我说我要不要见证。其实我就心想说，我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其实，在小组或者是在很多的地方，其实我都很善于分享我的就是经历这样子。那我就今天就是 remix 版本的，就是今天会讲我求学啊、信仰啊、工作啊，还有就服事上的一些心路历程，就跟大家分享这样。如果语速过快的话，就是可以叫我慢一点这样。对，那容许我看个稿，因为我最近就是要记很多东西。对，好。那我今天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是说这些年其实我深深经历到，其实神其实都没有离开过我，他甚至在预备我、陪伴我，还有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为我开路，甚至呢带领一个人，然后带领很多的人，安排人来帮助我这样。好，那我是一位原住民的学生，对，然后当年呢我是加分进入桃园高中的这样，所以大家听到桃园高中说好你很棒，但对我来说其实我非常痛苦，因为我在班上成绩其实一直都是很倒数的，然后我甚至也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到底考几分，对，那我经常很怀疑自己说，就是我只是靠身份进来的这样，然后我也怀疑自己可能就是这个身份，所以我没有价值这样。那直到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高中的高二的班导师，他叫王元一老师，对，然后他是天主教的一个老师，那他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会看到每一个学生的特点。那他那时候其实就看到我说，就是我好像喜欢唱歌，喜欢表演，喜欢一些艺术的东西，所以就是他很广推我在班上，就是一些毕业典礼啦，或者是一些艺术课程啊，就是可以擅长去表演这样。就是他的鼓励其实是让我发现到，其实我好像也可以被看见这样，所以那个感觉我一直都忘不了。然后他甚至告诉我说，你就坚持下去，因为他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坚持比努力还可怕。那我就把这句话当做我的动力，这样。对，那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我开始相信说，其实我好像可以走自己的路，这样。对，后来呢，我就顺利了考上大学，然后很神奇的事情是我毕业之后就开始进入了社会工作体系。我有跟牧师介绍一下，就是我是社工这样。
然后工作初期其实我一直都很不顺利，就是我甚至也被怀疑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当社工这样，对，然后那个感觉其实很挫折，但就是很奇妙的事，就是这个过程中我一直都会遇到基督徒的人，就是一个是我们学会的秘书长，然后一个是我的中原大学的心理系的副教授，对，那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发现我的身上有很多就是创意的思想，还有独特的思维，这样就看到我在这个社会工作上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们就很鼓励我去读研究所。那对一个从以前是加分上来的同学，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可以考研究所，而且就是一直都会为自己的这个身份去质疑，这样。对，那他们就是说我努力试试看，他们就建议我就是考就对了，不要想那么多，然后甚至这2个人还当了我研究所的推荐人。对，所以我那一刻其实我深深感受到神正在借由他们告诉我说，其实我可以，对，我可以走下去与你同在。那最后我真的考上研究所，然后呢，我还考上了就是社工师的证照，甚至我在就是硕士的时候我还拿到了书卷奖。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是学业上肯定而已，我觉得是对我身份的一种修复。对，我再也不需要怀疑说我是靠加分的，我是一个独特的身份，而我知道我是神亲自栽培的孩子，他要我走这些路，他要我去经历这些事情，好让我可以去跟我一样这种历程的人分享这样。那这段旅程其实没有很顺利，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有离开过教会，那个时候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没有被教会接住的小孩，所以就是没有人特别关心我嘛，所以我也没有人记得我，然后我也不是故意要远离神的，那就是我就这么就飘走了，就是没有人接住我嘛，我就这样飘走了这样子。对，我就去学了大学的社团，然后就是很喜欢在大学社团里面这样，所以每次来到教会都是像新朋友的身份这样，然后牧师都会介绍给我。那直到大4的时候，我就突然很想听诗歌，就大概大3升大4那一年，我就很想听诗歌，然后我就是突然打开 YouTube 就听了一首歌，那首歌叫《不变的应许》。然后我就是听了那一首歌，我就莫名的就是好感动哦！我觉得，因为我超级久，就是应该是3年没有听诗歌了。然后我这样一听的时候，我就一直哭，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就是一直哭。对，然后就隔没多久，真的就是那时候还是晚上吧，然后隔没多久，那时候世谦牧师就突然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参加短宣？”然后我说：“短宣？我可以吗？”他说：“你为什么不行？”对，对，然后就更奇妙的是，那个短宣是刚好在暑期我的实习的结束的后一天就短宣开始，就是我就想说，也太刚好了吧，就是那个好像不是巧合，然后也就是神再一次的找到我这样子，那我就这样参加了短宣，然后在短宣中就是重新跟神有一个修复的关系，然后我也找回敬拜的热情。那一路走来，就是神把我从一个很迷路很迷失的方向，能够把我找回来，重新来到教会，然后开始服侍。从一开始跟牧璇一起的楼小组，然后一直到去年，就是带领了家青，对，然后还有现在成为了一个教会的执事，这样，这真的是我以前完全不敢想象的身份，这样。但是我知道，我只要一步离开神，然后我尽力爱神，就对神忠心，他一定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走在这个为神预备的那个道路上面，这样。就是这一路我是这个身份，然后到迷失的大学生。那今天呢，我可以站在这里，成为一个服侍者，甚至是执事。那我知道我自己不是靠神的。自己靠自己过来的，然后我是靠那个从不离开我，然后不但差派天使来陪伴我、引导我的神。那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文。那谢谢大家聆听，那也祝福你们每一位，无论你在哪里，然后信仰是否坚定，那心中呢是否有挣扎，那神都知道，也都愿意牵你的手回来。那要经历爱神，然后神也会爱你。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敏媛精彩2倍数的见证分享啊！好，跟你旁边人说，坚持比努力可怕。好，没有听错吧？好，这个老师给他的一个鼓励的话，好，就让他能够不断的坚持下去啊！我们再次拍掌来感谢敏媛，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啊！
好，看见敏媛从国立高中、国立大学、国立研究所，好，中山是国立的吗？哦，中山不是国立的？好，但是呢，上帝让他跨越了心中的这个跨不过去的门槛，好，让他不会在意这个其他人的标签，或是在意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好，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每个弟兄姐妹同工，好，在你生命当中，上帝在你所走过的路呢，都能够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色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好，那是在约翰福音16章12到15节。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多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16章第1节。还有，这里没有。OK， 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我们新竹中会好的这个大专中心好那的前主任好那对我们这个新竹大专中心呢好的这个同工好就是要轮流来当主任好，但是他李志胜牧师好，那他已经在新竹大专中心服侍20年了，好，已经服侍20年的时间了，好，感谢主，好，今天他代表新竹中会大专中心，好，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信息，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李志胜李牧师。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祈祷，拍拍耶稣，赏赐圣灵。充满慈爱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极大的恩典，差派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为了施行你的拯救，为我们指出生命之道，为了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奥秘，赏赐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得着智慧与能力，得以明白并遵行你的教导。求主此时也帮助我们，从所说所听得着益处，也使众人得着益处。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你们应该是第一次在这边看见我，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这边站讲台。对，虽然很久以前我们有读书会在隔壁房间这样子。对，那我们先介绍，我等一下再介绍我自己啦，就刚刚有那个5执事，我很不会记名字，对不起。对，就是，对，他在见证的时候，然后有跟我提到，那我有说我们有过来过这边这样。好，那对，他有问我说我在哪个教会牧会这样，我跟他说我是机构的牧师，那等一下再跟你们介绍什么机构这样。好，那今天是这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其实今天还算是在圣灵降临后的第1主日的同一周。好，那我们知道在之前的那个礼拜是圣灵降临节嘛，那圣灵降临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呢，其实它又叫做3·1主日。好，那这个3·1主日它代表的，通常教会会用白色来装饰。好，那白色是象征上帝的圣洁跟光明。那在整个我们稍微要来科普一下整个教会历史就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其实在第9世纪就已经开始有教会。把教会献给父子圣灵3一上帝，然后到第10世纪呢，这个教会的礼拜遗文当中开始出现。那到了11世纪，已经越来越多的教会在纪念3·1主日，
可是呢，一直到主后1334年的罗马大公教会教宗约翰二十世，他才批准三一主日正式成为教会的常定纪念主日。然后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其实各个主要的基督教派还是保留这一个主日的纪念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设立这一个主日、这一个节日三一主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认识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一上帝。那为什么需要更深的认识呢？因为三一上帝的这一个教义，我们应该都告白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嘛，对不对？有没有人要解释给我听一下？我也没打算解释啦，因为连我也解释不清楚。就是我们很难解释清楚到底三一上帝是什么。那当有人问说你们信的上帝到底是一个还是三个？怎么又有上帝又有耶稣又有圣灵？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因为我们信的是三一上帝，人家就会接着问说，那什么是三一上帝？接下来我们头就大了，对不对？好，而且啊，刚才讲了一些历史之后，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要经过1000多年才设立三一主日？其实这个也是一直到现在基督教还没有解决的神学问题。那这个神学问题呢，其实造成了教会极大的分裂。那也考一下大家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第一次的分裂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通常很大的分裂都从很小的事情开始，2个人吵架。保罗跟巴拿巴，《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有没有？保罗不想带马可，巴拿巴想要带马可，然后结果2个人就吵架。吵架之后，一个就往马其顿去，一个就往当时候地理的东方去。所以呢，后来保罗宣教建立了教会，后来就称为西方教会，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罗马公教，在台湾翻译成天主教。那宗教改革也是从这里面分裂出来的。那巴拿巴宣教所建立的教会呢，就成为东方教会。有一段时间叫做东正教，后来他们正名叫做希腊正教。那这个东西方教会，其实在11世纪之前啊，就是吵吵闹闹的啦，然后到了11世纪正式分裂。正式分裂的这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是来自于尼西亚信经其中的一句信仰告白。尼西亚信经原始的信仰告白是写圣灵从父而出，但我们所读的尼西亚信经是什么？圣灵从父和子而出，多这2个字而已。当然他们不是用中文啦，就我们翻译过来。所以我们在神学界称就是这个核子说，不是那个核能电厂的核子，就是汉子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圣灵不是只有从父而出，是从圣父跟耶稣同时而来，是圣灵这样子。那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西方教会自己把圣灵从父和子而出硬加进去，然后成为东西方教会决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虽然这一个奥秘吵了2000年，还没有办法解决。然后东西方教会，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也看到各自都引述不同的圣经论点，在证明自己说的才是对的。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我认为约翰在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后面教会为了这一个神学问题吵架，而他所写的
约翰福音也不是为了解决这一个争论。但在这个三一主日呢，我们要透过约翰福音来看，到底上帝、耶稣、圣灵他们之间怎么彼此的互动，然后我们也来理解这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好，那我看一下刚才的经文，我要按哪一个？我要对哪里？对那边。好。好，帮我切到经文的地方，16章12节的地方。好，16章12节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已不能领会。”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在这个之前其实已经讲过其他的事情。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未完待续啊，哈！而且就算这个时候讲，门徒也是有听没有懂。你们应该都听过有一个说法，对不对？情人会背叛你，朋友会背叛你，只有数学不会。对，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嘛，哈！你试着运算还没学会，加减乘除还有困难，然后老师在台上就开始跟你说：“来，我们今天来上代数，我们今天来上微积分、几何学、三角函数。”每一个字拆开来都听得懂，但是全部加在一起，到底老师在讲什么，完全都不知道，对不对？好，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现在还不能领会或担当不了的时候，我们要先来复习或检验看看，到底耶稣说过的事情，我们是不是都已经学会了？好，那我们就来到16章第1节的地方。好，16章第1节其实就已经耶稣讲过一次，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跌倒。那这些事所指的又是哪些事情呢？既然他在经文里面就表示，那就是15章讲的事嘛，对不对？好，那15章我没有要给大家读啦，我总结15章其实2个重点，一个重点是葡萄树的比喻，我们要常跟耶稣连结，要连结枝子要连在葡萄树才会结果子。但是呢，后面耶稣15章后面又接着说，我们跟耶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遭受到世人的憎恨跟迫害。15章这个连结很特别哦。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个疑问是：不对啊，不是说跟主连结就会有平安有喜乐吗？耶稣不是说奉主的名，奉他的名，不管对付求什么，他都会给我们吗？为什么还会遭受到世人的憎恨跟迫害？甚至我们会看到，我应该是3、4个礼拜前了，看到那个一个特会的宣传海报，就写着：要相信我祈祷就有祝福，我祈祷天门就为我打开。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有看到这一个？我只要凭信心对上帝求，就一定得到。确实，坚持比努力更可怕。如果坚持信心有，就一定得到。想一下，假如我们的信心大过上帝的主权，谁在当上帝？甚至我还有听过、看过更可怕的教导，教我们要相信世上一切的创造，不管是自然资源、人际关系，甚至国家政策、法律，都在为着这个基督教团体跟他的牧师在服务，直接超越了国家法律，然后在世享荣华富贵，死后享永生。对于这样的教导，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而这样的教导也会在好消息频道上出现。而这些
为什么要小心？是因为他切中了人的本性是，来，你不希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的举手，对吗？我们都希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可是这刚好是耶稣所拒绝的诱惑，吼。好，路加福音4章5到7节。魔鬼领耶稣上山，然后把天下万国指给耶稣看，然后说：“权柄、荣华都要给你，愿意给谁就给谁，在我面前下拜都要归你。”好，这是耶稣所拒绝的诱惑。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凭着信心，我要什么就一定得着，我只要坚持就对了，而且坚持的可怕还不够可怕，我再加上努力，我把努力跟坚持都一起用上去了。我努力的进食，我努力的祈祷，我努力的坚持。如果我们这样相信的话，我们不了解耶稣所做的教导，我们也不了解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就算用耶稣说过的话，也能把人引上魔鬼指出的道路。但耶稣还好，他有给我们这一段话，真理的灵来的时候，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是什么版本？现代者。好，没关系，我这边用的是那个和合本修订版。他说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般来说，我们谈到真理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理解为真实。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它真理的用法比较不一样。就是当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想起约翰曾经记录过14章第6节的地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想起来，耶稣就是真理本人。所以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然后我们继续更深的明白耶稣说过的话，持续跟随耶稣的脚步。然后耶稣说，他所差来的圣灵，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好，经文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警告跟一个提醒。一个警告是，圣灵来从来不是让我们自我感觉属灵，不是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神圣又高尚，然后别人不属灵又世俗，不是去让别人看说，你看我很厉害，我懂很多。确实，教会团契福音的起头是来自圣灵的工作。而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唱的诗歌，圣灵会赐下许多的能力，没有错。但是这些能力也带给教会很多的纷争跟困扰。有没有听过有一句台语叫做“你看我普普，我看你母母”？好，那个听懂的解释给听不懂的。我们可能有听过，或者是自己也曾经历过，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参加了特会回来之后，开始对教会里面挑三拣四的啊，然后批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属灵啊，没在传福音啊，然后呢，甚至开口闭口就是圣灵跟我说，好像只有他说的是真理，不听他的你就是违抗真理。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发生在2000年后的今天，在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就也有提到很多属灵的恩赐。
有智慧的言语，领受知识的言语，领受信心、医治、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等等的恩赐。每个人的能力都不一样，然后彼此互看。台语说：“你鬼我阎罗”，听得懂吗？如果你是鬼，我就阎罗王啊，我比你大。好，那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子争夺谁比较属灵？因为比较属灵的人，说一没有人敢说二三四。就是用台语来诠释，叫做话最也跟党，话币也被骂脏。就是那个话语权有这么大的权利那为了取得那个权力的高位，保罗也实在是看得很心痛，所以语重心长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希望能够平息这种争夺谁比较属灵，以取得权位的纷争。这个是提醒，这个是警告。另外一个提醒是，圣灵把他从耶稣领受的忠实的说出来，我们同样也要把所听见的说出来，而且圣灵会把将来的事跟我们传达。可是对我们传达将来的事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把自己当成是了不起的先知，做掌握真理的独裁者。其实在旧约里面那些先知，我们如果去仔细读的话，那些先知其实会很诚心希望他所说的预言不要发生。可是如果预言不发生的话，他还能算先知吗？但是作为宣判上帝的审判的，而且审判又是他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子民，他都不希望自己的同胞子民受灾难，所以作为先知又非常不希望自己所说的事情发生，这就是做先知的矛盾。所以先知不是让我们当掌握真理的独裁者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是我们要荣耀上帝我们要把荣耀归给耶稣其实我们稍微想象一下，假设我们是跟随在耶稣身边的第一批门徒，那时候我们连福音书都没有得读，我们其实真的会发现，耶稣所说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真的是超越门徒所能够理解的。尤其是这些门徒都知道旧约里面发生过什么事，他们知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耶稣不用他的权柄直接从天降下灾害，把罗马皇帝凯撒跟军队全部灭掉就好？为什么一个拯救世人的弥赛亚必须要经历到这些被捕、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提醒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逆性的道理。承认自己不懂，才有懂的可能性。承认我们对所听到、所读到的事情，包括圣经的文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我们才有接近真理的可能。其实就好像当我们使用心理分析、用血型、用星座等等的来认识自己跟认识他人的时候，这些都是有限的。于是如果我们只用这些来说我就是怎样的人，我们是把自己或者是把别人给框住了。我们要记住，人是活的，真理也是活的。只要是活的，它一定会超越有限的人、有限的框架。我们要谦卑的学习，
承认我们的有限跟软弱，真理的灵它才有运行的空间。所以我们要小心的防备那些宣称自己掌握而且宣讲真理的人跟团体，因为我们的耶稣是活的耶稣，一旦掌握了真理，等于是把耶稣说死了。教会同样也必须透过真理的灵对耶稣的所言所行。我们不是只有研究圣经增加知识，我们还要透过灵修，透过祈祷，继续努力更新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符合耶稣的生活跟教导。而这个更新，说真的，其实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靠着我们诚实把自己摆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医治。医治好了之后，脚会跛的自然就不会跛了。但我们有没有诚实把自己受伤的地方带到上帝面前，这是另外一个挑战。圣灵跟我们传达将来的事，不是让我们发预言，不是让我们去说什么人家要吃红蛋要生儿子，不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要发生大地震，甚至不是告诉你股票什么时候要进场退场，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耶稣的教导，让教会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遭遇，什么样的处境，我们都能持守信仰，都能忠实跟随耶稣的道路。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来做礼拜听讲道，然后去跟别人说教。真理的圣灵来不是凭自己说的，所以我们也照着我们所听见的去说去做。上帝的话，上帝所做的工，首先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上，说出来行出来。耶稣的结局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嘛，撇开复活的事情不看，前面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示范。什么示范呢？若要说到对上帝的信心，有谁敢说他的信心比耶稣大？耶稣大家都会背主祷文吧？耶稣教我们的主祷文是祈祷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自己会不会照着这个祈祷跟上帝祈祷？一定会嘛？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言行不一了嘛。那耶稣这样祈祷，耶稣对上帝有没有信心？有啊。那耶稣有没有遇见试探？遇到了呢。有没有脱离凶恶？也没有呢。甚至耶稣也知道他自己要喝那个钉十字架的苦杯，他也跟上帝祈祷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但耶稣知道，信心再大不能大过上帝的主权，所以耶稣说：“然而，不是照我所愿，而是照你所愿。”这就是上帝、耶稣、圣灵彼此的关系。耶稣不是照自己所愿，是照上帝所愿；圣灵来也不是照自己所愿，是照耶稣所传达的。耶稣说，圣灵会把交代他的传达给我们。那教会是承接耶稣使命的团体，同时我们又是传达使命的团体。我们有没有忠实承接耶稣的使命，时时刻刻警醒，接受这一个世代带来的信仰的挑战？不管在科学、在经济、在政治、在伦理、在神学，我们都必须要谦卑地承认，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所知的不完全，
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更深入而且更全面的认识耶稣所启示的真道。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2节，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即使如保罗，也都是有限的人。我们只有保持谦卑，接受圣灵引导，时时刻刻记住我们的本质还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被上帝特赦、蒙受恩典的。我们才有真实传达耶稣真道的能力，而且我们会知道，所有的一切甚至不是靠着我们的坚持跟努力，而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我们自己一点功劳都没有，而是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同心来祈祷。三一至高主上帝，我们时常照自己所愿，没有照耶稣传达的信息去说去行，也没有把荣耀归于你。求你赦免我们，恳求主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帮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深认识耶稣，并且赏赐恩典与能力，行出主的真道，赐我们温柔、谦卑、感恩的心，不再妄自尊大，荣耀全归于你。我们的祈祷跟恳求是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来一起唱首回应的诗歌。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再一次求耶稣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主你是陶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摸我塑造我，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再次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主你是陶匠，主你是陶
造我，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是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有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又真又活的神。求主让我们能够认得圣灵的声音，保持谦卑的心，敬畏你，让真理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主让我们能够忠实持守信仰，跟随耶稣的道路，不只是用嘴巴说真理，而是要行出你的样式。现在我们献上才能、金钱、时间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让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对，因为也在耶稣里有新的盼望，就是已过，我们就不再彷徨，阿门吗？阿门。让我们一起再次来赞美他。在基督里有新盼望，旧事已过，不再彷徨，愿你荣光照耀。过去的一切都抛在脑后了，过去一切抛在脑后，因为我主你呼召我，渴望更亲近你。求主圣灵降下你的，再次求主圣灵降下你的力，求主圣灵降下你的，再次求主圣灵。求主圣灵降下你的灵。Destiny 就在基督里，一生跟随你。Destiny 永恒中坚定，万王之王，你是我所你再次 Destiny 就在基督里，一生跟随你。Destiny 永恒中坚定，万王之王，你是我所需。还有我们再次开场，将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阿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全能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领受从主来的教导，分享主的恩典，照耀出上帝的荣光，并将荣耀归于我们的三一上帝，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没有声哦，有声音。好 ，Hello 大家，我是子君。好，接下来是我们报告时间。今天有2位新朋友，等一下，我的手机。一位叫做张安杰，一位叫做张家赫。好，请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欢迎你们。Hello， 欢迎你们。好，谢谢。好，那接下来呢？今天还有一位牧师，那我们再欢迎牧师，然后也谢谢牧师给我们的勉励。好，谢谢。下一页，这样。好，对，就是今天谢谢李志胜牧师来帮我们讲道、请安跟报告。明天也是一样是志胜牧师。好，如果大家想再听一次他的讲道，也可以再来哦。哦，不同主题哦。哦，不同主题哦，不同主题哦，可以再来哦。好，那接下来社教60周年。哦，好。好，有 PPT 吗？好，我先自我介绍好了。好，很多人都问我说，牧师你是在哪个教会牧会这样？我郑重介绍，就是我是新竹中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新竹中会的其中一个大专部所设立的新竹大专学生中心。那我们这个学生中心主要就是做大专的宣教。那大专的宣教呢，其实它面向非常的广哦，它要从我们所服侍的对象大概就是从这边到这边呢。好，这边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那我们要让他们认识到基督教，然后认识到之后要栽培。那已经在教会长大的呢，也有可能进大学的时候，你跟他说雅各书，他去翻译旧约的也有哦。所以各个面向都有。那当然除了在信仰、在圣经上面知识的栽培之外，我们也还有在生命上面的栽培，以及在灵修上面的栽培。好，那就是从未信到以信，从以信到坚信到培育之后，大四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成为同工的时候毕业了，去给别的教会。这就是大概我们每一年我在大专服侍，我说从2003的8月1号，就是赴任嘛，到现在20年超过了，那这样的情形是在我满第4年的时候，就每年都在持续发生了。好，那我现在来介绍我们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其实是属我们新竹中会机构。那我们新竹中会其实非常的幅员广阔，北从林口以南，南到大甲溪以北都是我们新竹中会的辖区。所以我们分成桃竹苗3个区域。那我自己本身呢，我是负责桃园地区的，所以我今天其实是从中立骑摩托车过来的啦。不要想说我从新竹骑摩托车，没有太远了，没有那么厉害，我不是年轻人了那个现在木轩都已经快不是年轻人了。对啊，他大学生的时候我已经在新竹大专了，这样，对，你们就知道。那我负责就是桃园中立这个地区。那我们这边会看到的就是我们有团契的学校。那当然如果人力不足的地方，我们就是邀请邻近的，像民传大学，我们这边就是有那个龟山教会嘛，那我就是请那个肖文杰牧师来当我们的义工辅导。那新竹中区的话呢，我们是邱敏玉牧师，然后还有2个我们的毕业生。那这个毕业生也都是我们自己的毕业生啦，一个是美主的毕业生美主是交大。清大跟交大这一个是交大的毕业生，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中央的毕业生来当我们的义工辅导这样。然后南区呢，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以前都是用事工助理，但是我们的事工助理就是汰换率非常快，因为我们也给不起太高的薪水。
所以我们一直很努力那到去年中会，终于再让我们在苗栗地区呢也聘了一个传道人叫刘哲伟那我们原来的事工助理呢，我们就是请他part time 的协助我们的那个人的医护专校的这个团契的事工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目前现在是3个传道人，1个行政，然后还有1个 part time 的事工助理这样子。好，那我们整年度的事工在做些什么呢？除了学期间就是陪学生聚会之外，我们其实好，我就照这个 PPT 一个一个来报告因为现在也6月了嘛那去年的6月我们办了一个解梦工作坊，其实它是属于梦与灵修的部分，就是透过解梦来认识自己。因为梦是上帝寄给我们每个人最特别的情书，而且只有做梦的人看得懂。但我们一直都不了解梦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没有解码工具。所以这个解梦工作坊其实就是学会怎么了解自己的梦，然后在了解之后，发现自己可以跟上帝对话的机会跟空间，也是一个学习祈祷那我们有解梦工作坊，然后呢，9月份会开学，所以我们会把考到我们桃竹苗的新生做第1次的聚集那如果我们当中有高中生的话，考上的时候也欢迎今年9月份一起来我们的迎新茶会然后10月份我们就会办一个叫可以若你要的营会，那这个名称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那它其实是从希腊文的 koinonia 直接音译过来的啦那 koinonia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团契的意思就是团契很难解释，可是参加过的你只要跟他讲要不要去团契，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所以这个营会其实就是一个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享受团契生活的，它是一个学习享受团契生活的营会。如果你从来不知道教会的活动的，参加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团契所以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宣教的营会那我们这么多年统计下来，每年参加的人都有超过1/3是人生第1次接触到教会团体，参加教会的活动。那营会结束后继续参与在团契的比例有多高呢？比那个联署的不合格率还高比联署的合格率还高，有98%就是基本上一个都跑不掉就是这是我们一个宣教很重要的一个营会。那再来呢，我们会介绍，我们有举办一个叫艺术灵修营，那这一个其实是介绍什么叫艺术灵修营就是透过艺术，然后透过戏剧还有艺术的方式去做灵修。那怎么灵修呢？当然我们有透过艺术去作画，跟自己的心灵对话，然后这个对话当中再带到祈祷当中。那戏剧的部分呢，是我们的讲师是这个周作伟牧师他是马街专校的校牧，然后同时他又是有牌的諮商师然后他专长就是在戏剧治疗所以是由这个牧师来担任我们的讲师然后带领学生，不是只有在知识上面纯有对上帝的知识而已，而是从内心里面真实的跟上帝是有真实的相遇的。好，那这刚刚介绍就是艺术戏剧灵修营这样子。然后每年的3月份，我们也会举办1次的联合聚会就是桃竹苗的团契大家在一起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聚会呢，其实年轻人就会很有创意自己会生出新的事工。然后我们的4月份会举办有辅导培训那这个辅导培训就是你现在是辅导，跟你有希望成为辅导的都欢迎一起来参加就是一个资源共享的部分。所以今年已经办过了明年如果大家有注意到这样的讯息的话，欢迎也一起来参加。那今年是同理心的训练，去年的话我们做的是怎么照顾自己
哦，就是我们做辅导的常常要听别人倒垃圾嘛，但是我们怎么清垃圾？哦，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清垃圾哈。好，那毕业有新生就会有毕业生，那毕业生我们会送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带他们去灵修学习灵修方法。那这个灵修方法很特别，特别的地方从一开始就非常特别，就是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有一个营会，是你一进营地交代完事情之后就把你的手机没收。哦，就是让你可以专心跟上帝祈祷，不要受电子产品的影响。哦，但是这个方法学习了之后是可以用一辈子的。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灵修方法。我们其实从今年开始也都开放，可以不只是我们自己大专中心的学生报名参加，就是我们其他年轻人35岁以下都可以欢迎报名。那如果35岁以上也想参加学习这样的灵修的呢，不用担心，我们总会大专每年的8月份，在今年的8月17到17、18、19、20，17到20，对，4、5、6日啦哈，4、5、6日也有举办一个大专伙伴灵修营，它同样是学习怎么样安静的祈祷的一个灵修营。好，那你如果有兴趣想要报名的，等一下可以找我哈，我可以给你们报名的资讯，这样子就是学习怎么样默观祈祷，安静的跟上帝祈祷。然后呢，下个礼拜5、6日我们还有举办一个曼陀罗灵修营，这也是灵修营啊哈。那曼陀罗我们会觉得好像跟印度教有关系哈，但其实不是，它是从荣格发展出来的。那当然荣格有偷了印度教的东西没有错啦哈。那我们透过这样的灵修，跟上帝对话，试着让自己的生命更接近上帝的圆满一点，这样。好，那这是我们一整年度的事工哈。那我们整年度的事工大概是320几万哈，所以需要出来募款这样。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专款的募款哈，就是清寒奖学金跟志工助学金，这个是为了比较家境困难的学生所预备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传道人的专款，这个其实是支援中会啦哈，因为中会如果要中会其实现在已经聘3个传道人，然后2个牧师1个传道这样，那对中会来说负担真的非常的重，所以我们就帮忙中会一起募款哈，就希望能够每个教会平均下来，一个教会如果有12个人，1年只要奉献1000块的话，那就可以解决这一个中会负担的这个很重的问题了这样子。那我们的经常费其实就是一整年度下来，我们也需要能够有稳定的这个奉献者哈，所以也希望能够找到有50个每个月奉献500块的。好，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脸书粉专跟这个 IG 哈，那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活动消息，还有学生参加活动之后写的心得分享，都会在这上面发布。那欢迎大家哈，给我们按赞、按追踪哈，然后按分享。我们也会，就是这种分享也会透过你们的分享，有一些人看到资讯会自己来找我们这样子哈。那还有就是需要大家为我们祈祷。那如果我们手上有奉献袋，在奉献袋后面留你的姓名跟 email， 我们会把代祷信寄到你的信箱这样子。那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长期小额的奉献者，在奉献袋里面也有信用卡表格可以填写。那请大家为这样的宣教事工来代祷奉献。然后年轻人，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参加的，而且非常鼓励大家上大学，也就这么4年可以参加大学里面的团契。所以虽然你已经有参加教会的团契，但是性质真的不一样，经验也很不一样。所以鼓励大家能够在大学的时候好好的参加团契，参加营会。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牧师。那我们继续来报告喽。
好，社教60周年奉献目标是200万，所以如果你有愿意奉献的人，可以到49号1楼入口处墙面签名，每一个签名表示任献5000元。那奉献请注明60周年现金。不理我，噔噔噔噔噔，他不理我好，核心同工事工研讨会在6月29号1点举办，检讨今年度及规划明年度事工，请核心同工预备心准时出席，就是下礼拜天。台湾领袖高峰会桃园嘉南场在8月9号和8月16号礼拜六9点到5点，共2天在本会新堂，就是这个地方举行。那即在会有全勤奖金500元的补助哦。7月13号前报名或额满为止。OK。在圣礼典，7月6号礼拜天会举行第4次的圣礼典。如果你想要受洗，可以在本主日6月22号前，就是明天之前，向你的区长或者是小组长报名。那我们爱餐暂停，就是在教会爱餐因服侍人力不足，所以7月和8月的爱餐会暂停，并且进行调整，求主纪念服侍者的辛劳。那如果你有意愿想要一起加入服侍的，也欢迎来报名。好，明天下午1点有桌游教学，教室是在701，不要跑错喽。举办桌游教学，所以欢迎大家参加，尤其是有报名那个比赛的，就是欢迎大家参加。然后明天的1点，在401教室召开第11届第3次理监事会议。社区讲座6月25礼拜3的10点半到12点，这次主题是两性相处沟通的艺术，讲师是曹冰莹老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好，那下半年的灵修笔记会改成笔记本的形式，就不再刊登在周报上咯。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请到1楼中岛登记索取，就是旧堂的1楼。好，然后台语圣经朗读比赛6月30礼拜1截止报名或额满为止，比赛日期是7月20，欢迎大家踊跃报名。第2梯次环岛，参加第2梯次环岛的兄姐，请于6月23礼拜1早上6点在桃园火车站的2楼台铁便当贩售处集合，然后要记得携带身份证件、健保卡还有个人药品哦。好，关怀考区大专院校青年参与各大专中心之长青团契，陪伴青年持续信仰造就，服侍教会与社会。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活动，我们请小周来帮大家介绍一下。对，没错，在小组之前呢，我们要来一起玩一个活动，就是呢，大家应该上礼拜有参加礼拜的话，应该都会看到我。好，各位，就是我是上礼拜有来报告，就是说我是奉使徒的名义，然后来迦南教会来考考大家，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的完成这次的使徒行传的圣经共读。好，那接下来同工们会发下纸跟笔，对，那这个纸就是一张考卷。然后等一下呢，就用这个考卷，然后来验收大家。我们的那个圣经共读已经经历了快一半了，就是我们那个使徒行传已经读了快一半，大家有没有认真读？然后那第2个考题呢，也是我们会考大家青年牧区跟教会的日常。不是轻松打就好。好，大家都先拿到之后，先不要作答哦，可以先写名字，但先不要作答。先不要开始写哦，我还要先讲解一下。先确定每个人都拿到了吗？纸跟考卷跟笔。好，拿到之后先不要，就先写上名字就好，对吧？先写名字，小组这样。
好，大家可以看到台上哦，就是等一下考卷会有2面，然后总共20题，但是每一页的最下面有那个小组分享，那个先不用写，那个是等一下我们分小组之后，就可以再带到那个小组里面去讨论啊，或者去互动。好，那注意上台上，就是等一下呢会给大家1首歌的时间作答。对，好，那请注意看红字，就是呢，等一下85分以上呢，我们会有精心的小礼物。但是你没有考到85分以上呢，也不用气馁，我们有精心的小惩罚，所以大家人都有，大家人都有奖哦，所以大家就是欢迎踊跃领取。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那准备要开始喽。好，我等下从3数到1就可以开始作答哦。好，3、2、1，开始。哦，对。